第5章16到26节，加拉太书5章16到26节。和合本圣经在266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2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，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以上。现在请许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自我检查。自我检查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的同在，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在圣殿当中敬拜赞美你。愿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，使我们领受你的话语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与力量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个礼拜蛮特别的，是因为有一个台风。这个台风又很特别的是在8月8号父亲节，所以一连串的特别当中，我们依然要向在场的所有的父亲说一声父亲节快乐，好不好？跟你隔壁的父亲说父亲节快乐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每一位父亲的旁边都有一位非常棒的母亲，那位母亲协助着扶持着家庭，所以呢，也请跟隔壁的母亲说：“妈妈，谢谢你。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其实我们有不断的生活，不断的在一起的时间。但是，身为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在彼此互相生活的当中，我们有很多的人肉体的情欲会影响着我们的生命，因此我们就需要时常在信仰当中去做自我的检查。在很多的公司，他们都有所谓的标准作业流程，有人说是 SOP 也好，是 ISO 9000的认证也好。不论如何，取得相关这些的认证或流程，其实都是为了使公司或工厂有一个标准的程序，它可以去依循，从产品到原料到成品，但每一个步骤当中，能够使生产的过程里面减少错误、减少损失，让公司获得最大的利益。不仅如此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也有许多的事情有一定的流程。我们试想看看，父亲节我们要请父亲吃饭或全家一起聚餐，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动作？我们要看我们要去哪一间餐厅吃饭，然后就要打电话去定位，定完位我们还要看我们要吃的餐点的菜单的内容是什么。到了要吃饭的时间，我们一起坐下来，有服务生引导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用餐。我们吃饱了，我们还要结账，整个流程就如此结束，才算完成了一件事情。或者是说，学生他们现在要到学校去上课，他们必须到学校上课、学习、写作业，然后接受测验，才能从1年级升上2年级，从2年级升上3年级，从国中升上高中。每一个都有一定的步骤和程序。
或者是说我们想要坐火车到台北去，我们就必须先看火车时刻表，然后知道它是几点到的，然后刷悠游卡进去，然后坐上火车，然后再出火车站，最后我们才能完成我们到达台北的这个行程。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它一定的进行的程序，若当中有一个部分没有做好，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，而最后的这个结果就会可能跟当初我们所预定的不同，不只是自己受到影响，连同我们周遭的人也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。所以当我们要按着某一个流程去做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在做一个选择，我们在决定是否要按着这个流程去做。记得教会在2013年的时候曾经举办过一场戏剧布道，它叫做审判屋。那一年的主题就是说做对的选择，就是说在生命的任何一个时刻，我们都有可能面临到死亡。在死亡来临之前，是否有做对的选择？选择相信耶稣是你生命的救主，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他，还是你完全不相信？虽然知道要接受耶稣，虽然知道要接受他成为生命的救主，但是你没有决定要接受，那么结果就不相同了。不论你选择哪一样，其实不同的选择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。这些年来，教会界也流行着说，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基督徒，要成为门徒，也就有所谓的 SOP 的流程。比如说，有总会的101新贝加运动，有门训，有双译，有 GLN 等等的这些教材。不论它是哪一种教材或方法，都是带领着弟兄姐妹成为门徒，透过在不同的地方影响着不同的人的生命。其实不论使用哪一种教材，最重要的是要将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，使人的生命得到更新。所以因此，当我们愿意而且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救主的时刻，我们领受到这个新的生命。在加拉太书第4章，我们先前谈过，当我们领受到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，就是在基督里面得到了自由。然而这个自由不是成为你个人私欲的工具，这个自由是因为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我们才能获得在基督里的自由。保罗要我们知道，自由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却是很危险的，因为一旦人拥有了自由之后，就很容易陷入放纵情欲的这种机会里面，也就是给魔鬼有了机会，会让我们陷入在罪的当中。不过保罗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，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答案，就是一个爱这个字。因为若是出于爱，我们愿意彼此成就对方的事，那么魔鬼就不会在我们中间。如果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彼此抢夺，那么最终就一定会招致毁灭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将人分为2种，一种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和带领，另外一种是顺从本性的欲望。保罗说，这2种是一种敌对的状态。这2种是因为在自由里面没有了爱，就变成互相拉扯，彼此攻击，彼此相争。因为缺少了爱，就走向了灭亡。保罗特别用15个字，我们在这边看的是15个词汇，来描述肉体受到情欲的影响。这15个里面就是淫乱、污秽、放荡、拜偶像、行邪术、仇恨、纷争、记恨、愤怒、自私、分派、结党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。然而在这当中，其实我们大约可以区分一下，
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这是15个我们受到肉体的影响。如果从淫乱来开始看，它是使那个上帝所赐那美好圣洁的性的自由，因为淫乱脱离了亲密与婚姻的承诺，毁灭了在性圣洁的这个自由。污秽就是我们自己去划分了圣洁以及平常的事情，我们认为唯有这样的圣洁，所以我们就亵渎了、看清了一般的事物。而放荡就是在你很欢乐的时刻，你却与团体分离，让欢乐世俗化。拜偶像就是在敬拜与上帝之间切断的这个关系，让敬拜成为一个商业化。而行邪术就是你有一个方法和目的，你把它分开了，让每一件事情变得微不足道，你只有一个自己的想法。仇恨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，你却与公义的背景分开，让彼此成为一个敌对的状态。而纷争却是你原本有一个温和的欲望，但是你却和美善的价值、上帝看为好的分开了，让人之间产生了竞争。而记恨却是因为你有那样的自由，但是你却偏颇的眼光在看待这世上的一切，所以就把人看歪了。而愤怒是你一种情绪的表现，但是却对公义的自由渴慕以及真理把它切断了，让人的想法变成看似正确而且是真必要的。而分派就是你把一个团体的有限和无限把它做一个区隔，把整个团体划分成自己专属的，与他人做分开，以致造成混乱。而结党，这里保罗所提的是，你只单单喜欢你自己的真理，而把全部的真理把它放在一边，变成一个有偏颇、自己所独一的喜欢的，你就去传扬它。而嫉妒却是把一种很多元的一个社会多元化的这当中，把它简化了，变成一个讨价还价、彼此相互口角的一个方式。醉酒看起来好像是沉醉在酒精当中，其实保罗说的是让你自己没有胃口，只单单要这样东西，造成一个上瘾的捆绑。而荒宴在我们在宴会当中其实是非常喜乐的，而这个荒宴却是把你的喜乐和礼仪拆开了，最终变得虚空。不论是这15样的哪一样，其实魔鬼很厉害的就是他藏身在这当中。当你陷入在这种肉体的诱惑里面的时候，魔鬼会让每一样都看起来好像你自己拥有主权、拥有自由，其实这都违反了基督给我们的自由。因为如果没有来自于上帝的爱，这一切都会脱离了自由。所以保罗列出人受的影响这15项当中，我们大约可以给它分为4类。一个就是性的方面，有淫乱、污秽、放荡。第二个是关乎宗教的方面，是拜偶像、行邪术。保罗在这边谈的更多的是人际之间的关系，有嫉妒、纷争、记恨、愤怒、自私、分派、结党、嫉妒。这15样里面就有9项是关于人的部分，最后才是关于肉体身体的饮食的部分，有醉酒和荒宴。保罗特别要警告而且提醒的是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。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走到每一个阶段的时刻，我们都要时时刻刻再一次回头看，我们每一天每个时刻，是否我们陷入这种看似自由的里面的罪当中。
其实受到这个15个罪的引诱之后，保罗的提醒，我们应该在基督里面领受那个自由，我们应该在生活上来回应上帝告诉我们应有的美德。这个美德就是我们非常熟悉圣灵所结出的果子，它总共有9个。这是基督徒在自由当中对于上帝、对于人、对于自己的一个态度。那么前面的这一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就是对于上帝自由的一个行动。仁爱代表着上帝按着他的形象创造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当中，我们都有上帝的形象，我们都是不完全的，但是上帝却接纳我们，爱我们原本的形象，这是上帝自由的一个行动。然而喜乐是我们发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上帝丰富的恩典，以及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活力，是从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领受这样的恩典，我们就会有喜乐的心。而和平是我们领受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经验到的那个冲突、分裂和矛盾当中的一个工作，在这当中我们就能领受到和平。然而第二组保罗所说的自由的生命，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自由，当中有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。忍耐是说我们有自由的与某一件事或某个人同在，这个自由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并不匆忙，也不急着要得到结果，也就是说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去达到目的，我们是很自由的、很自在的。而恩慈却是自由的用轻松和悠闲的态度去处理生命，而不是说你就要受到我的影响，是一种不强迫、不胁迫、不压迫的态度。而良善是用一种自由的方式来看待生命的美好创造，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，所以我们应该看见上帝创造在他身上的那个美好，用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来回应每一个人，这是对个人成长的自由。而第三组却是对世人的自由，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信实就是有自由的对人或者是事情长期且忠心的委身，他所根据的不是所看见的利益，而是未来的一个盼望，看见那不可见的价值。温柔是你有自由的去拒绝攻击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你可以去接纳这个世界。而节制是你有自由的去接受一些装备训练之后，而你不受到冲动或任性的影响，不受到这世界的诱惑。所以在这圣灵所结的9个果子当中，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他的生命得以被改造，就是因为把那些败坏的欲望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当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明了陷入肉体的情欲以及圣灵的带领，他说明了之后，我们是否已经能够了解这其中的差异呢？那么你选择哪一样呢？不论你选择哪一样，你都必须付上代价。从保罗所提出15个这个上帝看为不喜悦的罪的词汇当中，以及这3个有系统的圣灵的果子里面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如果每一件事情都照着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欲望去做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的生命肯定是杂乱无章。唯有真实顺服在圣灵的引导下面，我们才有办法结出这爱的果实。
圣灵的果实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美德品格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生命，那么我们就能够自然而然的结出这些果子。如果你是刻意的要活出这些果子，那么你就会发现到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陷入到罪的引诱里面了。第24节里面这样说：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也就是以钉在十字架上的方式来对付肉体的情欲。这当中我们要知道，基督徒对付肉体的方式是毫不留情的，因为钉十字架在罗马这个时代，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代表的是一种罪大恶极的人所要受的刑罚，所以我们要把肉体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代表着它是一个罪大恶极，我们要毫不留情的把它钉在上面。第二个是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极痛苦的刑罚，因为你要舍弃那些旧我受到肉体捆绑的这个老我，你要把它舍弃是很痛苦的，而且你要舍弃这样的痛苦，这样的旧我，你必须要有斩钉截铁的决心，因为这个痛苦不是一下子就结束。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很慢的，但是它却是必死的。因此，当我们确认我们要选择把肉体的情欲钉在十字架的时刻，我们要做这样的决定，我们就必须付上代价。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悔改，钉死那些已知的罪恶，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老我。所以我们悔改是要有斩钉截铁的决心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既然我们已经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应该把它留在那个上面，我们就必须天天来更新自己对于罪的一个态度，我们绝对不能妥协。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我们在读圣经，我们在灵修，在祷告的时刻，也就是我们在做自我生命更新以及检查的一个时刻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不是被动的被圣灵来引导，我们是要主动的靠着圣灵来行事。我们若是以为我们只守好我们的本分，被动的顺服着圣灵，消极的让圣灵来引导，那就错了。相反的是，我们要更主动的、刻意的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这个刻意的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是让圣灵来带领，让他来做我们的向导，让他来领队走在我们的路前。在今天所读的经文第16节的行，以及第25节的行，它的原文是2个不同的字，它有2个不同的意思。第16节的行是一种普通行走的方式，然而在第25节的行，它的意思却是要排成一列，有规矩、有顺序的、有规则的来走。然而这一个行，就是圣灵他自己和他的旨意。因此，我们要行的不是普通的走，而是靠着圣灵去行事，是留心照着圣灵所定下的路线去做。圣灵他在当中在引导着我们。所以当我们专注寻求的时候，圣经吩咐我们说，要专注在圣灵的事，寻求上面的事，要留心这些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，我们都要自己再去看过一遍，然后按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去走。透过有规律的读经、祷告、默想与信徒的交通，被激发出爱心，我们遵守主日，参与礼拜，我们在互相勉励里面，我们领受圣餐。透过这一些程序，
我们可以做自我的检查，检查自己是否陷入在这15个罪的当中，也要自我检查，我们是否有结出这圣灵的果子。教会今年是50周年，我们大家都已经参与在这个历史的时刻，回顾过去，真的是感谢上帝的带领，以及许多信仰前辈在真理上的坚持，使我们可以享受他们留下来的成果。有人说，这就是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在这一阵子，透过教育部收集的资料，或者是我跟一些长者在谈话当中，看见过去这些长者信仰的前辈，他们对真理上的坚持，对于真理上他们毫不松懈，真的是前人种树，使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成果。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报道，说在台中有一个人都称他为赖桑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开货运行赚了很多的钱，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也察觉到对环境也有很大的危害。所以这位赖桑，他在31岁那一年，他就到大雪山去展开一个计划。他每天都在山里面在种树，经过了28年，他都不间断。他已经买下了10座山，他的积蓄就算花光了，他还坚持说：“我一定要继续种树，就是为了种树造林。”这是赖桑他一辈子的生命。他种出这些森林，他有3步政策。第一个就是不砍伐、不买卖、不传给赖家的后代子孙。他种这些树是要延续着千年万年，所以他在当中说：有一天我会离开，但是我会留下这些树木给这一块土地。所以他说不因为我的离开，这个梦想就画下了休止符。从他这个种树的动作当中，其实看见了一个美好的生命在那个地方。所以他的种树，让后人得以有树林可以使用，让这个地球可以有新鲜的空气。所以因此，我们不单单只是停留在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，我们应该是后人不只是在乘凉，而是要继续的种树。教会未来的发展，不是在50周年就停止了。而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、长老、执事、牧者，我们都要一起来向前来走，我们都一起来种下每一棵树，一起做上帝所喜悦的事，一起来寻求上帝我们未来要走的道路。所以不论要怎么做，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教材方法，我们都要用爱心来彼此服侍。保罗说，基督徒的自由若是没有了这个爱，一切就会陷入到肉体的情欲当中。所以用爱心彼此服侍，这是保罗给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。因为教会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全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所聚集成的一个团体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我们对于保罗今天所提出来的15个这个罪的词汇，我们一点都不陌生，而且是说天天都可以看见那些事情的发生。但是我相信，我们都在期待着教会或者是自己能够结出圣灵的这9个果子。然而这唯一的关键，就是用爱心去体贴我们身旁的人。大多数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站在旁边当个观众，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如果有哪里没有做好，批评很快就会出现。所以我们在此时，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，自己现在能够为教会做什么，为这个社会所发生的困境能够付出什么。我们是否能够甘愿
去承接别人的软弱和不足，然后用自己的恩赐去补足这一切？如果答案是我们所选择的是要，那么这就是一个真实无伪的爱，是爱教会、爱人一个真正的表现。那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在每一天每个时刻，我们都要自我来检查，我们是否真的在爱这个世界，爱我们身旁的人，爱上帝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的软弱以及我们所受的影响。但愿我们能够让圣灵亲自来带领，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愿主你亲自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